袂歹，会记你爱用着你的鼻仔哦。啊伊有哦诶，嘿，来第三版。真好，第四版。真好，第五版。最后一版。播音甲注音。注音甲播音，拍拖啊者，注音甲播音，感谢各位者。对，第一个规则来紧少加1分。每一个就是台语的规则内底，一定是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。咱来看拄则咱遮的题目。阿母的母，这是注音嘛播音？这是注音嘛播音？所以是不是注音加播音？无有啊，第二三遍母啊母，所以是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。好，啊，你有当时会看到，敢若一个播音尔，播音单独，这嘛是台语的一个规则吼，播音。好，过来，这个加2所以是不是注音加播音？对，所以共款哦，注音加播音。啊，有当时你会看到2个播音，吼，2个播音，比如讲西瓜的瓜，2个播音，西瓜的瓜，瓜，吼，这共款拢是注音加播音。敢袂使？目标，嘿，真好，来，你拄条要讲啥物？英雄发展目标，来，这个巴拉2分3，巴拉2分3。敢有人英语要先讲吗？好 ，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， 来第2个字是无好势，袂歹，我送你1分。来 ，online 加1分 ，onl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， 英雄发展目标。咱即摆写甲，然后我甲海虎阿公做伙甲海面上甲沙漠的粪扫清无清气够了。我的一个是小垃圾。过几时啊？海洋内都干净了，都变干净了。海内加什么？沙滩度假公叫做什么？沙坡甲沙坡，全都干净。拢清无清气，还是要拢是塑胶本色？拢清干净了，拢清干净。拢清气好。过一时啊，海底甲沙坡的本色。拢昨天早上用了大多就在。下米下面下大尾，下缸下山下大尾。
讲叫东西南北啊台语咧？东西南北哦，东西南北。来个试一摆哦，东西南北。听到几个人在台语？所以恁有听到哦，6个人你摕6包。大家好，注意听哦，我即摆咧示范互你看哦。大家好，我要介绍美容。美容有出产柠檬，柠檬是热天的水果。3句话就好，安尼敢有了解？会使吼。来，即摆工作开始讨论，看你要派啥开始。我要介绍。这一颗。这一颗。路地区，注意听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迄个所以爱做啊。路地区新山。什么名啊？刚刚是什么？赞哦！来，我现在中枪鼓励者。多少正常好，先登记。伊拄则讲啥？你好，我刚刚同摆伊拄则讲的来。王志堂讲，大家好，我要介绍路顶区。路顶区新山柑仔米，柑仔米的季节是春天、夏天、冬天，安尼3句话就好。来，后一组。注意听哦。我要介绍的，中山区你说画面再点一点。好，然后比这。比这是当天的是有诶，对吧？好，来，中山鼓励一下。多谢田仔哦，好，田仔拄则讲，大家好，我要介绍公山区。公山区有新山比这，比这新山的季节是冬天。来。中山鼓励一下。好，多谢配音哦。来，拄则配音讲啊，大家好，我要介绍家庭。家庭有乌鱼，是冬天有的。大家好，我今仔要介绍是岐山的香蕉，伊的盛产是四季拢有盛产，四季拢有新产。真好，来，同我声个吹落来，鼓励一下，真好哦，袂歹哦，来。来，中山鼓励一下，多谢朋友，家庭生气哦。来，拄则朋友伊讲啊，我要介绍桃园，桃园有水蜜桃，水蜜桃是春天、秋天、
冬天有水蜜桃。背声调嘛，来，咱来试看卖哦。第一个叫做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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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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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三个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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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好哦。第四个信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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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好哦。第五个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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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这几摆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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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第二摆较好，第一摆我有听到了，叮叮叮叮。哦，这两个啊，叮叮叮叮。好，咱先为第一声开始，来，请问拄则咱讲第一声会变第几声？第7声，所以伊的七来写伫倒位？伊爱写伫伊个卡好，你还袂写的，即摆会当家写起哩哦。你还袂写的，即摆会当家写起哩。啊，拄则讲来第7声会变第几声？第3声，所以咱会当家即个图画起哩。好，过来第3声的箭头指向迄个所在，变做是第几声？第2声真好。是哪一组？你那组是李晨佑吗？是吗？好了，巅峰极速的人。看他的脸都知道他都有规矩。哎，同学，你们不上去，快点！冲！啊，多钱谁做的？那个叫哪个队？加油！那个叫板南哪队？干嘛？把那拿对了，放开了。成绩好的人厉害，对对对，答对了，快呀！快呀，快！对不起，用你的全力冲吧。他就在这了，还要跑多一点。在哪里嘛？在哪里比？在哪里比？站人，站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给！加油！快点！我猜呀！要唱！又刺我！兄弟！王俊汉，你可以前进去，你可以到第一道。蔡真加油！
下鼓励。好，逐工到厝，登去到厝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摒扫，先摒扫，这嘛是会当保持卫生甲清气。卫生，爱挂喙暗真好哦，爱挂喙暗。吼，迄个巴拉甲金蕉拢先加一分，搁有无？要安怎保持食米，也是迄个环境的卫生甲清气？咱拄则讲着啊，咱的保存的温度嘛。好，请讲。得啊，要什么擦好清气，你要他擦得啊，擦得啊，干嘛？等下，你先挂手套，嘿，啊手套嘛会当讲手咯啊，你是想要讲这，无要紧，你共做的，安尼拢有共点分酸啊，搁一分叫啥哩？老刚刚，可以当安怎保持卫生甲清气。这看卖讲这里，好不好？你举手你也袂记，好无要紧。你讲哦，你无，嘿。等下，我有先。切冰箱。切冰箱，好。对，矿泉水内底有矿物质，大家讲一摆矿物质。对，矿物质。矿泉水内底矿物质，伊才有法度帮助迄个恶药会当减重，安尼敢知？好，咱等下啊。来做进前，即摆请一组一组去洗手，等下洗手爱用啥物？sabun。洗手进前，请大家甲桌顶清好清气。即节课你袂用到任何的名手册，你袂用到任何的笔盒啊，你桌顶敢若老做牌就好，迄嘛袂用到。恶药减重需要时间。恶药结冻需要时间，所以咱顶补洗洗，下晡才来食，安尼敢有问题？这是啥？下场也是校长，毋是下场哦，才有一个有哦。你若是下场，伊就是无有，要毋过才有一个有好校第七条校长，这是第几条？第七，这第几条？第二，啊，敢有变调？这变。第三，你敢有变？这无变，真好，所以变做校长。啊，你有当时啊，你若袂记你声调要安怎？背声调搁留一摆啊，吼。校长第七条要第三声，第三声是好，校长，好，你就是安尼变，安尼好知？安尼好知？第五是啥物类？飞机类、水果类拢对，水果内底有啥物？维他命真好。第三项是啥物？菜色内底有啥物营养素？矿物质真好。第四项是啥物？米算是啥物类？上难的迄个，啊，请讲。好，来，第四项是米内底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。啊，伊若是伫六大类食物内底算是对一类？六大类食物内底算对一类？请讲。
五穀類，五穀類真好，五穀類。来，大家请对我念下，咱放领国小学生的校园生活，爱培养三个卖，四个好，五个有，三个生的自我管理。咱即摆就来看卖，三个卖，四个好，五个有，三个生。是倒三个、倒四个、倒五个、倒三个，吼来，三个卖，伫学校卖乌白做，伫学校卖乌白做，所以请问，这几工伫教室内底敢会使乌白做？袂使，伫教室内底请你用行的，伫走廊敢会使乌白做？袂使，请你用行的。你若要乌白做，你会当去对做？操场大家无？运动亭真好，你去运动亭做，你莫伫走廊做，大家拢伫遐行来行去，走廊对遐客下对无？啊，你就无这伊弄着人安尼变啦。遮个物件，你若家遮个品格培养起来，你逐工拢来做，逐工拢来做，逐工就练习着，练习着就变做像迄倒顶年柑共款，遮尔啊简单的意思哦。最后，凡事为个人开始改变，咱的环境就会豆豆啊愈来愈水。10对吧？这10块，10块的10啊，10的背声调，请互我。你想叫我变去啊？10块的10，伊是入声第八声，啊，伊的第一声到第八声要安怎变？第一声到第八声要安怎变？先思考一下，为什么爱安尼变？为什么爱安尼变？为什么伊的波变做啊？因为这是第八声啊，伊敢若有入声的时阵，第四声也是第八声，遮的是这4项，其他的时阵拢是安尼的结尾。伊敢若有第四声甲第八声，则是这4个字要结尾。我搁讲一摆哦，伊敢若有第四声甲第八声做入声的时阵，则会用这4个结尾。啊，这入声就是底搁紧的声。所以我若这第八声走出来时，我看到伊是宝结尾，我知影伊是对应着原本伊是结尾的字，所以我就知影伊的八声调叫做站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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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敢有理解？有吼，所以前两工有人讲了真好啊，啥怎我知影宝是变做毋是变做呢？
毋是变做 n， 因为走的时阵你喙是合起来，啊我若念站的时阵我喙嘛是合起来的，所以你喙合爱对应着喙合，所以这两个是互相交换的，安尼敢知？相对应的。好，来第3条。这样来刷天行，哦，单鹤船来。阿母比赛时要去彩金好，船啊加一分。第4条。阿爸吃不行。蛋一起。阿爸在他去上班时候，今天佫加一分来第5条。文琪来，等下佫讲一个，卖苦讲一摆。跳有一只狗啊，正确啊，你无加一分，后一条。请家己炸来的本色，家己炸转去。王俊涵。可以把用完的东西拿去做东西。好，把用了的物件摕去做物件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正确回收。正确的回收观念，所以大家拢讲啊真好哦。要毋过，咱干那净摊就好，是不是？咱若去爬山，敢会当搭一个塑胶笼啊？啊，N O 伫遐捡，会使嘛，嘛是会使。欢迎来到北面巴菲。好，来，咱今仔就是用这叫做鸡糊饼，或者就是饼，啊伊无味，伊有小可咸芳的牛奶味。啊，你会当等下头前食，这是啥物？肉麻糕。毋是，这是好啊，台语。来，黑尾鱼安怎讲？蚵仔糠真好，蚵仔糠，所以尾鱼咱讲蛏啊，大家讲一摆，蛏啊，这是啥物 ？cheese， 吼 cheese， 英语个 cheese， 啊台语的，若是台语的声音会当较接近日语的，迄叫做 cheese， 啊伊的字就是写做 z u h cheese， 安尼，吼。第3个是啥物？完美真好，所以大家人有早你甲电话拨无？有吼，即摆请摕出来。大家好。我明仔日要讲的故事是，我甲伊亲去的海边啊。有一天，海姑阿公带我去海底佚佗，看到足侪海底甲珊瑚礁。原本期待看到美丽的珊瑚，却发现有一部分的珊瑚已经白化死去啊。远远的所在有，远远的所在有一块彩色的物件，看轻看，再发现是足侪粉色。有主持啊，无小伊甲粪扫食掉。海姑阿公甲我讲，伊嘛捌无小伊食着粪扫。海姑阿公做伙甲遮个粪扫清好清气。清好了后，我甲海姑阿公拢感觉足欢喜。过一时啊，原地清理好的所在，阁出现粪扫，互我感觉足奇怪。我讲，海姑阿公
公是安怎编纂都有本色出现啊？海龟阿公讲，因为海底有海流会甲别个所在的本色留来遮。我想真个了，决定要去找本色的来源。对咧，海流游啊游，我来着一片海沙堡，我发现海沙堡顶悬有足侪本色。海沙堡的本色，互海水冲入去海里，过来互海流流去海底。但顶管下袂使黑白淡本色，愈来愈多人做伙来到三江净滩，捡海沙堡顶悬的本色，有塑胶杆仔、鱼板仔、玻璃、树果、塑胶袋仔等等足侪无共款的本色。过节早晚了后，因为逐工拢有人来净滩，海沙堡顶悬的本色减少啊。嘛愈来愈多人建立自家的原则，早来海边仔的本色爱家己早走。海沙堡总算恢复天气，红色的沙，蓝色的海，请的海边仔环境变好。我想转去海底游本。有足侪本色的所在，发现本色嘛减少足侪啊。刷胡椒甲海油成本会当好好生活。海龟阿公看到，嘛感觉真欢喜。故事到这，感谢大家。